而家講解存貨管理。首先去到後台管理網站 hk.unfranchise.com， 喺訂購呢一行，你會見到存貨管理。除咗客人自己由 shop.com 網站訂購產品，或者店主直接將產品寄去客人嘅地址之外，所有經過自動購貨或者訂購嘅產品都會落入存貨管理呢一個版面。超連鎖店主需要定期將呢啲存貨去做分派。喺做存貨分派之前，記得要先完成咗1000表格，然之後先去做存貨分派。喺呢個版面上面，你會見到存貨呢一行有一列嘅數字，上代分派呢一行亦都有一列嘅數字，而你只需要將上代分派裏面仍然有數字嘅項目做咗分派，其餘喺上代分派裏面冇數字嘅項目係唔需要做分派嘅。我哋而家就勾選需要做分派呢兩個項目，你會發現左下角分派隔離呢度有選擇分派，選擇分派裏面有4個項目可以俾你選擇，包括個人使用、保存存貨、促銷或者廣告用途、損壞或者過期。你只要揀選翻你勾選嗰兩個項目你需要分派嘅種類，選擇完之後再撳分派，撳完分派之後再撳儲存。撳完儲存之後，你就會發現頭先你所勾選嗰兩個項目喺存貨管理嘅列表上邊已經冇咗，而上代分派裏邊亦都冇數字，咁即係話你已經完成咗存貨管理。